大家好，我係沖繩，歡迎收睇沖先生嘅頻道。咁關於俄烏戰爭，戰場同埋輿論風向呢，日日都喺度變緊。重溫一下比較近期嘅消息，就係澤連斯基公開烏克蘭嘅稀土地圖，用稀土嚟利誘特朗普嘅保護。結果特朗普呢，將上一任總統拜登對烏克蘭嘅軍援變成烏克蘭要償還嘅債務，要求澤連斯基以資源去償還。隨後呢，亦都開出超苛刻嘅條件。特朗普亦都表示，烏克蘭方面基本上同意咗一項用價值5000億美元嘅自然資源換取美國繼續提供支持嘅協議。咁根據澤連斯基提供嘅數據呢，美國提供嘅援助只係得1000億美元左右，而且呢一稿嘅協議入面呢，冇未來安全嘅保證，亦都冇繼續提供軍事援助嘅承諾，表明自己唔會簽需要10代烏克蘭人去支付嘅礦產協議。好明顯啦，呢一個唔係礦產協議，係破產協議嚟㗎。間接逼澤連斯基賣國。咁特朗普作為生意人，為咗攞到烏克蘭嘅稀土決定讓步，刪除咗協議草案入面不利基輔嘅條款，願意放棄對相關5000億美元嘅礦產資源內容，並且會將50%嘅利潤投資翻喺烏克蘭開發嘅計劃。兩國亦都將會成立一個新嘅基金，一齊去管理收入。烏克蘭已經要求美國將安全保障作為任何協議嘅一部分。不過據消息人士話，協議提及嘅安全問題仍然冇明確規定美國嘅角色。之後嘅事呢，我相信全世界都知道噶啦，就係澤連斯基應約喺2月28號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喺白宮舉行會面。兩個人喺橢圓形辦公室會面嘅時候，喺記者面前爆發語言衝突。澤連斯基質疑特朗普偏幫俄羅斯，特朗普同副總統曼斯其後亦都指澤連斯基唔尊重美國，係拎第3次世界大戰做賭博，並且表示一係烏克蘭就要達成協議，一係美國就退出呢一場戰爭。特朗普強調話烏克蘭冇權指揮美國點樣去看待衝突，澤連斯基應該更加感恩。最後仲估中咗特朗普想拎諾貝爾和平獎添。咁以上嘅內容同埋俄烏戰爭嘅所有既得利益者今日停唔到戰嘅原因分析，都一一收錄咗喺前一集嘅內容入面。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翻去睇翻。最近仲有一啲更新噶。首先就係同澤連斯基不歡而散之後，特朗普下令全面暫停所有對烏克蘭嘅軍援，直至澤連斯基願意再談判為止。咁澤連斯基有勇氣去得罪佢嘅鄰居北極熊，但係我相信佢亦都唔敢走去野米飯班煮噶。咁澤連斯基之後喺英國出席烏克蘭危機峰會之後，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就話，佢認為會唔公開進行唔係合適嘅安排，因為敵人會利用雙方嘅分歧大做文章。但係佢本人相信可以修補同特朗普嘅關係噶。澤連斯基亦都表示，烏克蘭同意，亦都準備好同美國簽署礦產資源協議。如果特朗普再次邀請佢去白宮解決真正嘅問題嘅時候佢會再會晤對方噶。其實澤連斯基咁樣講都係啱噶。未落實嘅嘢就公開會晤，的確係有啲急。呢一次訪問嘅內容亦都有啲重點字眼噶，就係解決真正嘅問題。對烏克蘭嚟講，真正嘅問題唔係奉上資源，而係安全，甚至係加入北約。故事未完啦，仲有㗎。特朗普話佢已經收到澤連斯基嘅重要信件，仲話對方表示願意翻返去談判桌上面簽署礦產資源協議。咦，澤連斯基竟然會寫信俾特朗普？其實約個時間大家再去，又或者安排閉門會議，唔使偷偷地話俾特朗普知，等佢公開係嘛？果然事情嚟咗一個反轉。烏克蘭方面好快就作出咗澄清。據烏克蘭國家通訊社5日嘅報道，烏克蘭駐美國大使奧克薩拿馬爾卡羅娃解釋話，特朗普所講嘅信指嘅其實係澤連斯基喺社交平台 X 上面發布嘅一條貼文。烏克蘭真理報話，烏克蘭總統發言人謝爾蓋尼基福羅夫5日亦都表示，澤連斯基就冇寫過信俾特朗普啦。特朗普講嘅係社交媒體上面嘅一條貼文。烏通社亦都指出，佢哋指嘅係澤連斯基喺4號喺 X 平台上面作出嘅表態。澤連斯基表示，冇人想要一場無休止嘅戰爭。烏克蘭已經準備好，盡快翻返去談判桌前，令持久嘅和平更近一步。冇人比烏克蘭更加渴望和平。澤連斯基同佢嘅團隊隨時準備喺特朗普總統嘅有力領導下努力，以實現持久嘅和平。及後甚至連白俄羅斯都有發聲噶，邀請普京、特朗普同埋澤連斯基去白俄羅斯舉行會談。不過特朗普再一次被打臉之後，對澤連斯基嚟講，冇意外嘅話就必然會出意外啦。繼暫停軍援之後，美國再叫停對烏分享情報。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拉特克利夫喺3月5號證實，特朗普下令暫停同烏克蘭共享情報，進一步向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施壓，
要求佢同特朗普合作，同俄羅斯和談。嗱，咁喺截稿前嘅更新呢，暫時就到呢度啦。睇到呢度，你哋有冇發現，大家以為最緊張俄烏戰爭嘅人應該係澤連斯基同普京啊？但係慢慢今日咧變成咗係特朗普喎。全世界嘅輿論風向亦都變成咗澤連斯基係必輸嘅局面。佢簽協議嘅話咧，佢賣國；佢唔簽協議嘅話咧，佢犧牲烏克蘭人。咁到底係邊個想俄烏戰爭停戰，又有利於邊個呢？對澤連斯基嚟講，又係咪真係非停不可呢？咁今集我哋一齊嚟研究一下。咁喺開始之前都提提你，記得撳右下角紅色個掣去訂閱我嘅頻道，撳埋隔籬嘅啷啷揀全部，你就唔會錯過我任何嘅更新啦。關於我嘅紀念品網店，可以去翻我嘅網站 chungstockco 嗰度了解。而影片簡介同埋片尾都有唔同嘅方式同埋社交平台去聯絡我或者支持我噶。唔阻大家太耐啦，我哋直接進入主題。嗱，今日咧有好多人企出嚟話烏克蘭應該要簽停火協議，但係中立一啲去睇啊。如果你係澤連斯基嘅話，你會唔會簽呢？如果唔傾好安全同埋保障條件，喺礦產協議上面簽個字，係咪就一定可以停火呢？由停火至到實現和平，中間咧唔係0到1嘅距離咁簡單噶，好大可能係0到10，甚至係更大嘅一段進程。例如信任嘅問題啊，係美俄烏三方嘅和談啊，定還是美國會去代表烏克蘭呢？美國係準備全權代表烏克蘭去做任何決定啊，定還是只係中間人做一個傳聲筒嘅角色呢？美國代表烏克蘭係企喺烏克蘭嘅利益立場，定還是係討好俄羅斯嘅利益出發呢？停戰之後點樣交換人質同埋罪犯呢？邊個放人先呢？佔領咗個地方點算呢？屬於邊個呢？戰後重建責任係邊個嘅呢？俄羅斯凍結咗個資產又點呢？實施咗個制裁又應該點樣處理呢？歐洲亦都想分一杯羹，佢哋會唔會介入呢？烏克蘭最核心、最想達成嘅結果，佢哋可唔可以加入北約呢？咁喺呢度牽涉嘅嘢呢，真係好多好多。只要其中一個環節，又或者任何一方唔同意嘅話，談判呢都可能會失敗噶。咁萬一停戰談判失敗咗嘅話，礦產仲係咪歸美國呢？好啦，如果到時美國又幫唔到手，自己又得罪埋歐洲，唔好話進攻啦，就連防守都可能會出問題噶啦，咪又係死路一條。嗱，所以中立啲咁講啊，而家呢個情況肯定係唔簽噶。呢個時候一定會有人走出嚟話，喂，咁樣打落去，咪又係死路一條。嗱，首先關於俄烏戰爭係咪非停不可，打落去嘅話會點樣？上一集呢，我哋已經做咗一個預測噶啦，就係關於烏克蘭再死守3年嘅情況。有興趣嘅朋友呢，可以去睇翻。好多人都覺得烏克蘭再打落去嘅話呢，好唔現實，認為烏克蘭冇美國嘅援助呢，係冇可能繼續打落去噶。嗱，俾少少數據大家啊。根據澤連斯基提供嘅資料，目前烏克蘭嘅戰時開支已經達到3200億美元，其中烏克蘭自己承擔咗1200億美元，美國同埋歐盟呢就提供咗2000億美元嘅援助。咁喺呢度入面呢，美國提供嘅援助達到咗1000億美元左右。嗱，我就當澤連斯基提供嘅數據一啲水分都冇，例如有人貪污，又或者有援助嘅軍備俾人拎咗去黑市出售等等。3年落嚟有攻有守嘅情況下，開支3200億。即係話一年嘅平均開支1000億左右，如果只係防守磨時間嘅話呢，開支可能會更細噶。另外亦都有數據指出，3年嚟全球至少有42個國家向烏克蘭提供咗價值2670億歐元嘅援助。就2022年2月至到2024年12月期間，歐洲嘅軍事援助總額去到620億歐元，同美國嘅軍事援助總額640億歐元係相當噶。反映其實喺援助方面，歐洲同埋美國其實同樣重要，旗鼓相當。而且歐洲嘅民意呢，亦都係傾向應該大力度支持烏克蘭噶，只不過係唔想自己國家出錢咁解嘅啫。咁我哋睇翻今日澤連斯基嘅談判方式，佢喺言語上顯得好緊張，但係喺行動上呢，佢就好不慌不忙。我相信喺歐洲嘅加大力度支持下，佢嘅庫房呢未見紅線嘅。而且反而佢仲有一手牌喺手，就係全球國家都虎視眈眈嘅礦產同埋稀土。歐洲同埋美國絕對唔會睇住烏克蘭呢一塊肥肉俾俄羅斯吞併㗎。而且如果俄烏戰爭可以撐2年，撐到美國嘅中期選舉嘅話呢，到時可能因為特朗普未能止戰，拒絕支援烏克蘭，唔捍衛西方民主價值，甚至有人話佢通俄，再加上其他大刀闊斧嘅政策唔係咁深得民心。而且國內嘅查賬更加係動到其他人嘅大蛋糕。烏克蘭成功撐落去嘅話呢，形勢一定會稍為好轉嘅，唔係講笑噶。我相信民主黨已經發緊功噶啦。嗱，美國多地爆發撐烏克蘭嘅示威，尤其係曼斯呢，成為咗眾矢之的，滑雪之旅亦都受到阻礙。
喺資金方面，其實都唔需要為澤連斯基操心噶。你睇佢喺美國白宮俾人鬧完，第二日呢就去英國出席倫敦峰會，同英國首相斯塔默會晤，受到熱烈歡迎。英方表示將會繼續堅定支持烏克蘭，確認向烏方提供20幾億英鎊嘅援助貸款，而烏方呢將會用西方凍結嘅俄羅斯資產產生嘅收益去償還噶，仲未動用到俾人凍結咗嘅3000幾億，就係收益呢都夠援助烏克蘭去防守啦。所以而家特朗普同澤連斯基根本就冇退路，俄烏戰爭如果唔結束，甚至係越打越勁嘅話呢，唔單止特朗普會威信全無，仲團結咗歐洲嘅反美力量，甚至會惹嚟美國國內嘅批鬥，影響佢嘅中期選舉。相反，如果俄烏戰爭即刻結束嘅話呢，烏克蘭俾美國同埋俄羅斯控制，結束戰時狀態，重新大選，澤連斯基呢只能夠黯然離場。特朗普話唔定仲會日日喺社交平台上面話烏克蘭死咁多人都係因為佢同埋拜登，搞下搞下，分分鐘俾人清算收場。戰場上輸嘅呢係軍力嘅問題，但係喺談判台上面輸就係個人嘅問題啦。所以而家對佢哋嚟講，除咗利益之外，分嘅唔單止係政治上嘅高下，仲係生死之決。如果你係特朗普嘅話，你估你急唔急呢？3年前所有人都以為3日就會完嘅俄烏戰爭，中間仲要傳言過澤連斯基會投降甚至係逃跑，而家一打呢，打咗3年。特朗普喺上任之前話自己上任24個鐘頭內就會結束俄烏戰爭，搞到烏軍一片陰霾，驚特朗普逼佢哋割地求和。結果特朗普上台個幾月啦，烏軍崩潰咗未呢？睇落去呢就似乎冇啦，仲喺前線同俄羅斯打到有來有往。澤連斯基仲有勇氣喺所有媒體前面同美國正副總統理論，你話佢驚咩？我又完全感覺唔到。我深信只要烏克蘭唔大舉反攻嘅話呢，頂2年以上絕對係冇問題嘅。因為進攻嘅普京亦都唔急，都知道你打唔到入嚟噶啦。今日我慢慢打，少少咁食你，嗱就絕對唔會攻陷你噶。因為只要唔驚動歐洲出手咧就可以噶啦。佔領咗嘅地方，未來就係俄羅斯嘅領土啦。你又估下和談當日，佢會唔會拎翻晒所有佔領嘅領土出嚟還翻俾你啊？嗱，俄羅斯就算要擔心呢，應該反而要擔心烏克蘭真係同美國簽咗呢個協議。因為美國已經表明，美國如果同烏克蘭談判取得成功嘅情況下呢，或者將會恢復對烏克蘭嘅援助。試問如果停戰嘅話，又使乜要援助呢？恢復對烏克蘭援助，咁到底係停，抑或係唔停呢？所以美烏一旦簽署好協議，俄羅斯呢都係有所忌諱嘅。有人會話澤連斯基嘅國內支持度好低，係喺度逆民意。其實最近嘅民調都指出咗啦，澤連斯基支持率57%。而且橙色革命之後嘅烏克蘭不斷推行同埋宣傳反俄思想，再加上烏克蘭同埋俄羅斯深仇大恨，有邊個夠膽講呢一刻澤連斯基完全唔得民心呢？今日特朗普逼佢做賣國賊，甚至要求澤連斯基辭職，等烏克蘭重新大選。但係澤連斯基話冇問題啊，我隨時都可以辭職噶啦。但係烏克蘭必須要加入北約，只要我嘅祖國同埋人民安全，我絕對唔會眷戀呢啲高官厚祿噶。我做嘅一切都係為咗自己嘅祖國。聽完呢番說話，烏克蘭人民有邊個唔熱淚盈眶呢？最後提一下特朗普喺白宮提到嘅嘢，就係澤連斯基咧喺度拎第3次世界大戰作為賭注。其實喺今日嘅局勢下，最驚第3次世界大戰嘅人呢，可能係美國。你試諗下，如果今日真係開戰，仲未開展合作嘅俄羅斯，必定會歸向中國。一個變咗心嘅歐洲，一個開始倒戈雙向嘅加拿大，到底邊個會係大輸家呢？咁最後都喺度總結一下啦。普京呢，佢暫時睇唔到任何嘅威脅，喺現階段睇烏克蘭呢，基本上冇可能反攻噶啦。打落去分分鐘仲可以乘機擴展領土。有美國嘅支持底下，和談呢可能比打贏呢一場戰爭更加好。澤連斯基呢，佢亦都唔急噶，因為佢已經出師有名，而家呢，仲成為咗一個受盡屈辱嘅弱國領導人，憂國憂民，仲要同美國抗衡嘅形象呢，已經足夠深入民心，冠冕堂皇噶啦。唔合乎利益嘅嘢呢，堅決唔簽，等一個全身而退嘅時機。歐洲而家面對緊美國挑起嘅戰爭，出心出力去援助，仲要蒙受損失，冇可能着數就俾美國攞晒，爛攤子呢就自己承受，坐唔到上餐台上面分一杯羹呢，佢哋係絕對唔會收手噶。特朗普停止援助烏克蘭呢係必然噶啦，因為俄烏戰爭實在損耗咗美國太多嘅資源，亦都因為佢最終嘅目標係中國，美國亦都唔想得罪俄羅斯。澤連斯基如果唔簽協議嘅話，特朗普一啲辦法都冇，唔通佢夠膽走去援助俄羅斯咩？而家全世界嘅目光咧都喺俄烏戰場，
一日唔完，一日呢，佢塊面都腫晒，俾人打到啪啪聲噶啦。輿論亦都有相對嘅壓力。特朗普而家嘅情況呢，就好似一個對住自己個仔嗌住1、2、3嘅媽媽。嗱，數到3我就揼你噶啦，1、2、2個半，2個大半啊。咁跟住點呢？對澤連斯基嘅極限施壓，亦都差唔多冇晒牌啦。我相信特朗普發夢都冇諗過一個澤連斯基會搞到自己咁頭痕嘅。嗱，咁片尾呢，再同大家分享一個有趣嘅現象。喺2022年俄烏戰爭開戰嘅時候，有大批反中人士呢就支持烏克蘭，甚至有唔少人將社交平台嘅頭像呢都換成咗烏克蘭嘅國旗作為底圖，去 Stand with Ukraine， 去支持烏克蘭對抗普京嘅侵略行為。但係時至今日呢，見到佢哋有部分人啞咗，有部分人呢就喺度支持烏克蘭簽礦產協議，但係對美國間接承認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半島嘅行為，邀請俄羅斯重返 G7，佢哋選擇睇唔到，又或者唔想睇到，佢哋亦都唔敢，又或者唔會去鬧呢個國際警察美國點解唔繼續支持民主自由嘅烏克蘭，仲要倒罵澤連斯基好蠢，應該要出賣國家去簽呢5000億嘅礦產資源俾美國。我又好奇問下呢班人點解今日就唔撐烏克蘭呢？只能夠講佢哋嘅立場實在太簡單、太純情啦。因為喺佢哋心目中，美國就做乜嘢都啱噶，永遠都要盲撐美國。美國嘅敵人呢，就係佢哋嘅敵人。比文宣偉大嘅小朋友真係聽教聽話啦。好啦，咁睇到呢度，你哋認為特媽媽數完1、2、3之後會做啲乜嘢呢？澤連斯基礦產協議入面可唔可以爭取到更加多嘅好處或者更好嘅條件呢？俄烏戰爭又會唔會喺傳聞中嘅4月20號之前停火呢？歡迎喺留言區度發表一下你嘅意見。你哋嘅讚好同埋留言互動會令到我影片更加容易被推送噶，所以千祈唔好吝嗇你哋嘅意見啦。咁我今日要講嘅呢就係咁多啦。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幫我讚好、留言同埋分享俾朋友。加入會員每個月1杯咖啡嘅價錢就可以支持我哋頻道繼續營運啦。而家 YouTube 影片嘅右下方仲多咗個 Thanks 嘅按鈕俾大家去支持呢條影片嘅製作。我哋下次再見，拜拜。